来有一种伫要断种的保育类的动物——东方白鹳。去年底，伫个罗水溪分林段一个高压电塔做寿，阁生3只囝，是创下着全球纬度上低的公开繁殖的纪录。 伫咧电塔顶，原是濒危保育类动物的东方白鹳。为着了解东方白鹳生态，官员来检视罗水溪风飞雪防治和环境改善成果。之前的记录，东方白鹳筑巢的时候，基本上都大概就1只或2只才能够繁殖成功。这一巢有3只可以长得这么大，代表说我们这边的环境跟食物很充裕。 分林管府讲，东方白鹳愿意伫咧罗水溪做寿，是对环境改善肯定。而且即摆已经上超过250种鸟类休伫咧遮。台数嘛，导入保育行动，采取生态让路的措施，暂停相关工程，减少交了。这几年我们在推友善耕作的方式，让我们的野生动物更保护，像东方白鹳也是一样的方式来推广。 未来如何持续守护这一片珍贵土地，受到各界关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